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22号，这一期咱們聊一聊杨梅。我記得以前互聯網上有一個笑話，叫草地上來了一群羊，水果答案是草莓。後來來了一群狼，再答一水果叫楊梅。再後來來一群老虎，答一水果叫藍莓。今天咱們就是聊楊梅。為什麼聊楊梅？最近熱搜上全部是的，有幾個媒體，一個是福建電視台旗下的第一幫幫團，還有一個是江蘇電視台的一個記者，但是現在不做記者了，他做自媒體。知名博主前江蘇廣電零距離首席記者楊威，他暗訪的時候調查發現，福建漳州龍海福工多家商戶在發貨前將楊梅浸泡在違禁防腐劑和3無复合甜味劑調制的混合藥水中，銷往浙江、上海等市場，單家收購點日銷楊梅超5000斤。這些楊梅都用這種混合藥水科技乳混合泡過，一個是防腐，就它不容易爛；一個是增甜，楊梅非常甜。用這個混合藥水泡完之後，這就是科技乳混合。毒楊梅事件曝光後，引發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關注與擔憂。這幾天，毒楊梅事件霸屏，浙江、上海等地批發市場緊急下架福建的楊梅，而這個漳州福工楊梅原本作為當地的一個名片，年產值達10億元，如今銷售和價格斷崖式下跌，大量楊梅爛在地裡，果農蒙受巨大損失，產業面臨崩盤的風險。新加坡聯合早報他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毒楊梅恐慌下的果農之傷》。文章說，中國福建省漳州市生產的楊梅近日被曝違規浸泡添加劑，事件除了引發消費者討伐，也讓另一群人陷入焦慮。各地種植楊梅的果農，福建電視台旗下第一幫幫團節目上，上星期五也5月15號曝光，漳州市龍海區部分楊梅收購點違規浸泡脱氫乙酸鈉，也就是防腐劑和高倍甜味劑，以提升楊梅的賣相並延長保鮮，而這些楊梅每天可向外輸送上千斤。文章說，雖然食品安全問題在中國向來不鮮見，但毒楊梅事件仍刺痛消費者的敏感神經。連日來，楊梅還能不能吃？如何分辨泡藥楊梅？等話題在互聯網發酵，多地經銷商和電商平台乾脆直接下架來自福建的楊梅，市場的反應迅速而殘酷。電商平台漳州楊梅的訂購量暴跌70%，當地楊梅收購量同比減少50%，收購價同比下跌40%。據估計，整個上市季直接損失高達1.2億元人民幣，斷崖式的銷量下滑讓果農亂了陣腳。一些果農和果農親友近日紛紛發聲，訴說被無辜牽連的無奈。一名漳州楊梅種植戶告訴九派新聞，他家擁有40畝楊梅園，爺爺奶奶種植楊梅已有30多年。70歲的奶奶雖患有嚴重的頸椎病和胃病，仍堅持勞作。他申訴，毒楊梅事件曝光後，收購商不再上門，家裡楊梅滯銷，樹上的楊梅還有很多，已經滯留了近1/3。爺爺奶奶情緒十分崩潰，兩個老人都哭了。確實，這些果農的遭遇讓人心痛吧。但是我們討論問題一碼歸一碼，你的爺爺奶奶70歲的人為什麼還在種楊梅，而不是說種了楊梅賣不掉，對吧？為什麼70多歲的人了不能像胡一靜老師那樣退休呢？沒事出去參加個論壇，吃個螺螄粉什麼的。為什麼70多歲了還在種楊梅？完了為楊梅的收成、為楊梅的銷量而發愁，這個已經不是這個跟食品安全是另外一個領域的話題，要抓住本質矛盾。當然，我們今天討論的是食品安全，所以說我們不能討論問題的時候把什麼混在一起，你感覺好同情。那難道消費者吃那些有毒的楊梅就應該嗎？就活該是嗎？消費者可是花錢買來的，不是健康啊，人家本來吃楊梅是要健康的，對不對？補充水果各種維生素是吧？結果買來的是身體被搞垮中毒啊，這個誰負責？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拿果農的這個損失
來綁架消費者，消費者更無辜。另有果農稱，今年楊梅賣不上價，爛在地裡只能餵豬，砍樹都心疼的想哭。不少網民聞言都忍不住揪心，養豬就養豬吧，總好過爛在樹上。其他果農則力圖證明自己的清白。澎湃新聞引述一名果農說，楊梅在上市季來臨之際突然滯銷，個別收購商的違法行為令人痛恨。他強調，自家楊梅沒有添加添加劑，懇求消費者給我們一個機會。這個怎麼說？說到這個又是讓人悲哀。這叫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但整個信譽消失的時候，每個人都是買單者。你不能等到自己吃虧的時候，你懇請別人网開一面，你是例外。那你在維護這個信譽的過程中，你有沒有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你有沒有想到過，這個信譽一旦崩塌，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啊！你讓消費者說認證他們家的有問題，被報道出來就那麼幾個，消費者只能拿腳投票啊！在抖音上，名為漳州杨梅阿妹的博主则在視頻中手握一盒杨梅，呼籲各界將勤勞淳樸的果農和黑心批发商区分開。果農是一心扎在種植領域，研究如何讓楊梅更好吃，但批发商卻在利益面前做了選擇，兩者不能一概而論。他憤憤不平地說，個別收購商為了一時利益擾亂了這個市場，不應該讓淳樸的果農來買單。那誰買單？請問誰買單？消費者買單嗎？毒楊梅爭議延燒數日後，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員會星期三就5月20號通報，已追回540公斤問題楊梅，並對5人採取刑拘措施，違法者肆意被逮捕。但對許多果農而言，這場行業寒冬或許才剛開始。問題討論，也就是輿論才開始發酵。這個輿論的發酵，實際上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但你在呼籲放果農一條生路的時候，消費者作何感想？公眾不買賬。不過輿論也並非一面倒同情果農。隴海區楊梅協會會長曾行貴近日受訪時聲援果農的一句話引起輿論反彈。這些視頻在網上都有，大家自己去找着看，我就不放了。曾行貴說，他說自己理解消費者的擔憂，未來需將杨梅從枝頭到舌頭，也就是從那個樹上一直到你嘴裡面，全過程透明化。当然他也強調，泡藥並非行業普遍現象，希望大家不要一棍子打死。我再次懇求廣大群眾消費者給果農一條生路。這句乍聽之下頗有人情味的話，被不少網民解讀為對消費者的情緒綁架，實際上是一種道德綁架。有人回應說，那消費者呢？誰給消費者健康一條活路？他採訪他那個視頻下面有好多評論，那個評論簡直不忍直視，慘不忍睹啊！我來念幾個給大家聽聽。說，懇請楊梅協會會長給廣大消費者一條活路，這個點讚上萬。也有人說，您猜去年泡沒泡？前年泡沒泡？也有人的評論說，你們要是不把害群之馬一棍子打死，就會讓一顆老鼠屎壞掉一鍋湯。你不把這老鼠屎挑出來，那這鍋湯只能倒掉，你能怪誰呢？有網友說，用藥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消費者的生路？還有消費者網友留言是，正在中毒中勿擾。首先讓消費者先活着吧。加添加劑的时候有沒有想過給消費者留條活路？協會是幹嘛的？我不相信他們以前不知道這個事。還有網友說，當你發現一隻蟑螂的時候，在裡面用到了蟑螂定律。楊梅協會的會長懇請網友懇請消費者給果農一條生路，結果這個視頻下面全是這種留言。網民的反應合情合理，畢竟多數消費者並不具備辨別毒楊梅和正常楊梅的能力，只好乾脆選擇不買，也無從放果農一條生路。還有輿論質疑果農是否真的無辜。在前述為果農申冤的視頻中，不少網民在留言區質問，果農與收購商和批發商同處一條產業鏈上，真的對違法行為毫不知情嗎？其中一人寫道，農戶當然不需要放添加劑，因為他們是賣給中間商放的，他們絕对知道放，只是睁一隻眼閉一隻眼放縱他們。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確實，
用添加劑泡杨梅的制作，相信在業內廣為人知。南方網採訪了一名儋州楊梅收購商，就坦言自己從業5年，防腐劑的問題之前就知道，情況不算少，收購商中大概會佔2/3。另一遠在浙江的楊梅種植戶則說，其實我很希望早點去曝光泡水楊梅，我之前發過類似視頻，不過沒有什麼流量。在一些網民看來，果農對泡藥一事應該並非不知情，更可能是選擇沉默，因為在同行普遍違規的情況下，如果堅守規矩，受衝擊的恐怕是自己的生計。聯合早報最後說，他說危機在沉默中醞釀。其實楊梅並非生活必需品，但中國民眾對毒楊梅風波反應強烈，說明人們對食安問題高度敏感，或許也擔心類似泡藥操作存在於其他食品之中。对於果農和收購商的責任與處境，新京報在一篇評論寫道，對違法者需嚴懲，守法者則應得到保護，兩者不可偏廢。例如在嚴處違法者之餘，也可為守法的果農開闢綠色通道，幫助他們恢復市場信任。綠色通道如果失去信任怎麼辦呢？你開闢綠色通道，那有人就利用綠色通道來侵害消費者，消費者對綠色通道也不敢也不信任，怎麼辦？理想中應是如此，但既要嚴格執法，又得精細管理，談何容易？這場風波揭露了一層或許被忽略的現實，在一場食安危機中，除了消費者受害，行業裡其他守規矩的普通勞動者也可能被拖累。他們或許沒有違規，或並非始作俑者，卻仍需承擔信任崩塌的集體代價。尤其是缺乏議價能力的小農戶等弱勢群體，一旦行業出現危機，往往承受最大的衝擊，遭遇最慘重的損失。可悲的是，即便事後再努力證明清白，也難以挽回消費者的信心。畢竟中國消費者長期對食品安全問題神經緊繃，公眾越來越難相信問題只限於個別商家。在低信任的環境中，個體違規最終往往延燒整個行業的危機。而如果部分果農確實對違規操作知情，卻選擇沉默，也凸顯了另一種相當無奈的現實：沉默本身也可能釀成危機。底層農民固然無力左右行業規則，但在社會早已對食安亂象失去耐心的氛圍下，他們也難以從風暴中輕易抽身。這是聯合早報的評論，我覺得怎麼說，相對來說還比較中規中矩，因為我沒有種過楊梅，我也沒種過草莓，但畢竟咱們是農村出來的，對農產品還是有相當的了解的，所以我們也來談一談這個毒楊梅事件。首先第一個，毒楊梅事件在網上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反響，甚至超過了315。那315不也報道了什麼漂白的雞爪是吧？我都沒看，只是有點印象。一個什麼雞爪，一個什麼那個魚是吧？魚用麻醉劑是吧？這樣保持運輸的時候，那個魚好像運到這個菜市場，它還得活不能跳，要用麻醉劑。對，反正都是高科技，各種高科技。315都報道過，而不是一次報道，315是年年都報道這東西。有很多老粉絲應該知道，我以前我就特別是恨鐵不成鋼。什麼叫恨鐵不成鋼？電視台或者是媒體報道哪個餐館、哪個連鎖餐館或者哪個大飯店有問題，後台蟑螂亂爬，什麼披薩或者什麼蛋糕過期了扔到垃圾桶裡面，還撿起來回收，有的上面改個日期。被媒體一報道之後，人家飯店没倒，飯店照樣头2天生意差一點，過1個星期啊，等這個風聲一過，人家來個打折促銷，馬上那飯店人又多了。你感覺好像大家嘴上喊着重視食品安全，但實際上行動就是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堅持不拿腳投票。這一次杨梅這個事情搞得這麼大，好不容易大家都拿腳投票，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消費者拿腳投票，只有你勇敢的、堅決的、果斷的拿腳投票，食安問題才會得到解決。當然了，我也不能說100%解決，就食安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消費者對自己都不負責任，你指望誰對你負責任呢？那我們消費者能負責任的就是拿腳投票，就這麼簡單。那我也分辨不了哪個好哪個壞，但是媒體報道這玩意是壞的，
這個商家壞了，這個產品壞了，那我就不買，堅決抵制。這個就引申到第二個話題，只有我們拿脚投票拿來抵制，那麼我們消費者有這個權利，那這個才有可能讓食安問題得到改善。那第二個問題就来了，你这样一抵制，那後面就有一群倒霉的，這個是一個利益鏈條，我們從源頭給它控制了，我不買了，你這玩意賣不掉，那商販他就賠錢，他把它進了好多楊梅，或者進了好多這東西，或者開餐館了，你餐館開不下去了，好多服務員他就失業，很多無辜的人也跟着後面倒霉。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討論了，我們這種抵制傷及無辜，那該怎麼取捨？也就是我們要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如果我是消費者，我就覺得我就要抵制，我管你哪個無辜不無辜，我更无辜，我花錢買了吃了這個垃圾，有害食，身体健康有害，我得去看病。我們從更高的角度來看，確實有人他就是無辜受害的。那比如說果農，媒體說果農應該對這個了解，我可以肯定一部分果農是知道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果農是不知道的。也就是在我们農村，其實我們家就有這個情況。比如說我們家老頭，他不閒着，他在自己前面開闢了一個菜地種菜，他種菜他自己吃不完。我們的農村的就這樣的，有一個人開個車，就從農村，他到下午比如說3、4點鐘，他那個車一過，人家就知道，就把那個菜摘好之後放在路邊，他一來趕緊把那菜一称給他，不給錢，那個人把菜收走之後，他把各家的你願意賣的都賣給他，他把記賬，就你這白菜是4毛錢一斤，10斤，好4塊，他給記下來，那個菜多少，反正什麼菜都有價格，他拿走了放在車上，一路一收完之後回家再一整理，他就實際上是个二道贩子。他回家一整理之後，他連夜開車送到安慶各大菜市場批發，批發完之後回來再把錢給這些農民，他從中賺一點利潤。這個人年成好的時候說一年能賺個10幾萬，一個月能賺1萬塊錢，也就是說他中間這個差價，農民不可能因為自己就是幾十塊錢的菜還跑大老遠送到安慶去賣，犯不着，所以他就會給這種中間商。那就問題就來了，這個中間商把這菜拿回去之後，假如他泡了一些什麼藥水，為了讓這個菜好看，科技乳狠活是吧？有沒有可能？有。那你說農民知不知道？有可能不知道。農民不管，農民只是把這個給他了，只是他拿這玩意去怎麼折騰，他農民管不着，也不關心。只是這個菜販子拿回去怎麼折騰，有的聰明的農民他知道，對不對？有的人他真的不知道，他也不關心這個，他只是把賣給他了多少錢，對不對？那楊梅也一樣的，人家摘下來之後就是批發，人家在田間地頭收，這二道販子這個水果販子，他一收完之後他回去怎麼處理，他還按大小來分，他怎麼處理，完了這個好果子賣到哪兒去，1級的賣哪兒，2級賣哪兒，這玩意都有說到的。所以說果農他不一定知道，果農他也不一定會配合人家幹這事，人家只是把摘下來之後交付給這個二道販子就完了，人家果農賺果農的錢。至於這個二道販子怎麼從中賺錢，那這裡面就有講究了。所以同行一定知道，就這個流通領域什麼行業協會，什麼楊梅協會的這些人，他肯定知道這玩意禿子傳獅子明白，同行都清楚。你搞去之後，你上什麼科技乳狠活，而且大家還學習，你們家用了這玩意效果挺好，那我也用啊。在打聽在哪兒買的，什麼東西，怎麼配比，對不對？都這麼弄。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說，肯定有無辜的人受到傷害，果農或者農民。但是問題在哪兒？我們不能因為有一些果農受到傷害，那消費者就可以對自己權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如果你把問題不分開去討論，你什麼東西混在一起，那我們的食安問題永遠解決不了，你也別想解決。你這樣一解決，那下面你任何解決都會涉及一部分利益群體的利益，你還怎麼解決？果農不知道哪個二道販子是壞人，那消費者就知道嗎？所以確實對很多果農造成誤殺，但是這個反而是我們在食品安全這塊的一個代價。那沒辦法，你可以不種楊梅。說實話，我們說的極端一點，那大家都別吃楊梅了，因為楊梅這玩意弄不好，反正它要這個防腐，不如不吃。不吃楊梅能死嗎？這玩意不是剛需啊，不吃你就別種了，對不對？大家都別種，你種別的。這是第一個問題。這個就是農民他不一定知道運輸過程中或者二道販子這個果農水果販子他會做什麼，但是我告訴你，在種植這個環節難道沒問題嗎？這個我很有發言權呢。你所有的蔬菜，你種菜，如果你不打農藥，那菜上都是蟲子，它就會把你那個菜葉子也非常難看。你那個菜葉子上面如果有蟲子，別人就不買，賣相不好，你賣不上價，所以不能有蟲子。
那不能有蟲子怎麼辦？那只能打藥，对不对？你不打药，你就用別的科狠活，比如轉基因的或者是其他的，反正你要想讓菜上沒蟲子，水靈靈的光鮮好看，口感還要好，那你就得你種的時候就得有科技与狠活，否則你怎麼做得到？当然有人說現在什麼大棚裡面種什麼无土或者現代科技能讓就沒有蟲子，有這麼幹的，但是這麼幹成本高，它不利於推廣。這個只能是那個大戶，他大棚蔬菜那一種的多少個大棚的這種是有的，但是很多的我們農村有大量的千萬萬個小農戶，他們沒有搞大棚搞這種技術的能力，他們就是田間地頭種點菜，這菜就賣到旁邊城市去了，所以種植的時候很有可能就要打藥，那怎麼解決安全呢？在我看来，這個問題出在哪？這個杨梅協會的會長懇請消費者給果農一條生路。我倒是覺得，首先是當地問題楊梅真的只是極少數不良商家所為，果農和絕大多數經銷商既未參與也不知情，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對吧？作為深耕當地杨梅行業20餘年的曾會長，也真的和當地政府尤其是監管部門一樣，對問題楊梅曾在燈下黑暗毫不知情，直到外地的記者跑去暗訪才把問題曝光，然後再如夢初醒，那這個恰恰暴露的是你監管有問題，你這個協會有問題，你不能說出了問題之後被人曝光了之後你在這哭窮是吧？開始搞道德綁架，放什麼一條生路，那給人的感覺是你早就知道有這事了。我們從好的方面去理解，他早就知道有泡水的杨梅，這個行業公開的，他為什麼不去戳破？為什麼不去管理？為什麼不去整頓？是因為你這麼一整頓，那個果農他就活不下去了。果農會受到這個損失，他的潛台詞就是，所以他早就知道了，睜一只眼閉只眼，是不是這個邏輯？要不然外地記者都知道了，你當地你主管部門了，你協會會長，你當地的監管你都不知道。這第二個，懇求消費者給果農生路，給人感覺邏輯和常識都對不上。當地楊梅滯銷，產業崩塌，果農生計出現問題，責任人應該是無良商家和實質瀆職的監管部門。而消費者和果農商家誰有能力傷害誰，這應該是個常識問題。消費者是傷害不了任何人的，消費者只能傷害自己的錢包和自己的身體，他能傷害誰？你說消費者你能傷害誰？你只能傷害自己身體和自己的錢包，也就是消費者他只能彻头彻尾是個受害者，要求受害者給那些人一條生路。你說這是什麼逻輯？在他的潛台詞裡面，受害者的消費者反而成了果農的施害者，对果農的生計負有責任，对吧？那曾會長這種道德一綁架呀，相當於把監管部門責任就摘開了，把主管部門把這行業協會的責任摘開了，變成兩個都是受害者，受害者和受害者之間你們互相諒解一下，消費者也是受害者，果農也是受害者，你們雙方諒解一下，不就這意思嗎？所以說這種搞法，那食品安全能好得了嗎？消費者最擔心的不光是楊梅，就是蟑螂定律，你其他的水果難道都好的嗎？大家想一想，細思極恐，你其他的水果、其他的蔬菜、其他的魚類沒有任何信任可言，那怎麼就走到今天這一步？所以歸根結底，根子是在監管，燈下黑，選擇性執法，事後補救，事前不去管，信任一旦崩塌，很難重建。但是也不用擔心，有人不就重建了嗎？你比如说那个山姆，一个外国企业在国内，山姆为什么能火啊？还真不是说它便宜的，便宜当然是一方面，但是你要在山姆买东西，你得先得办会员卡，1年260塊，就這樣，山姆哪個地方都是火爆，排隊去買。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山姆它建立了一個信任體系，大家你得相信山姆，你相信從山姆上買的東西，它就是好的，就沒有質量問題，沒有食品安全問題。同樣的千和醬油，你在其他超市買叫千和零添加，你在山姆買就叫千和醬油，老老實實的，廠家還是廠家，商品還是那個商品，有那個廠家供貨，供給山姆的他就老老實實的，供給其他的超市他就玩文字遊戲。正因為信譽成了問題，所以這個河南的網紅超市它才能走紅啊，這個我們不能否認。你看網紅超市它靠什麼火啊？它不是靠它便宜，對不對？它東西還比較貴，人家是靠信任，
就是我的東西不管怎麼說那是真的，質量沒毛病，經得起檢驗。也就是人家到現在為止，那麼多人盯着他，你畢竟也沒找到人家賣什麼假貨的，也沒找到什麼食安問題。也就是人家通過就這一招搞了大量的流量，有了流量，人家賣的貴一點，利潤高，人家員工發的多一點，对不對？供應商賺的多一點，地方政府稅多一點，股東還能多賺一點，大家都高興，消費者多付了錢，但是消費者覺得我買了真東西了，也挺開心，人家粉絲很多。為什麼網紅超市能火？就是因為沒有信任，就因為整個社會信任缺失。你在網紅超市買杨梅，你大概率不用擔心它杨梅是被什麼药水浸过，加了甜味剂。但是你要在別的超市買，你就擔心這玩意是不是加了這個甜味劑，誰敢給你保證？沒人。你看，所以說山姆為什麼越開越火？現在山姆開了一個地方，已經變成當地的一個地標，完了還能給當地的房價能穩住。這各個地方政府把引进山姆當做一個一個政績。你看，一邊是信任崩塌，一邊信任也容易就建立了。你一個外國企業，還有什麼開市客是吧？還有 Costa 是吧？為什麼人家就建立了？你看，同樣的消費者，同樣的都在中国，同樣的厂家，為什麼他就能建立信任？問題出在哪？所以說來說去，問題出在上梁不正下梁歪，你還是監管有問題，你沒那個水平，你沒有管理能力，越管越亂，越管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所以說來說去不能怪別人，只能怪這個監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所以我在以前節目說過，我对吃的東西，尤其是经常吃的，你偶爾吃一下的就算了吧，你经常吃的東西就盡量從山姆上買，因為你有個假設前提，你在哪兒買恐怕都是科技如狠活，所以只能在山姆上買。常吃的这些東西，經常吃的，沒有辦法，我分辨不了，我只能相信山姆。你用的東西隨便，所以你看吃的東西你從山姆買，用的東西用的那我只能認為那就是假的，所以越便宜越好，用完就扔，都是山寨的。你到時候用正品正这個行貨的錢買了個山寨的，你那多虧吧？那我用山寨的錢買山寨的無所謂，我已經認可了這玩意就是山寨的，所以它價格就得便宜。我沒有那個能力去分辨說那個東西是正品，所以默認都是假貨，沒有辦法，在中國作為消費者只能這樣。所以最後我再說一下，當消費者都在拿腳投票的時候，我覺得食品安全反而有了一點希望，而且大家一定要堅決不買，不要什麼那邊影響到誰誰誰沒有收入了，那跟我沒關係。你心痛別人的時候，誰心痛你的身體、你的錢包？如果消費者都寧可錯殺3000，不可放過一個，這種心態，最後會倒逼那些果農，他們會去監督這些二道販子之間也會互相監督，因為一粒老鼠屎就會害了一場道。你有一個人在這鬼亂整，那最後導致大家整個行業都完蛋。這樣大家你這個行業裡面人人都自危，不會互相監督，這樣才能解決，是吧？而不是互相包庇，默認。這個現在是同行之間是互相包庇，默認，大家都這麼整，只有這麼整能賺到錢，他們還抱團，那消費者就拿腳投票，沒錯，而且要堅決，而且要寧可錯殺3000，不可放過一個，就這種精神。只有這樣，當所有的消費者都這麼幹的時候，食品安全才有可能解決，否則我們永遠就是互相殘害。所以當我看到這些楊梅說一顆都賣不掉的時候，我才覺得有希望。如果果農，如果這些商家覺得自己吃虧，那你就監督身邊的人，每一個行業從業者你要監督。如果有人在做壞事，你馬上舉報，形成這樣的一個風氣，形成一個人人喊打的一個局面，形成一個誰坑害消費者，誰加這些甜味劑，誰加這些防腐劑，誰丟人羞愧，形成這麼一個局面。但現在不是，現在各行各業都拿這些小聰明、小計策，認為這樣加科技如狠活能賺錢，引以為傲，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你說這是誰的錯呢？所以作為消費者啊，也不要有那麼多什麼道德背負啊，對自己的錢包、對自己的身體負責。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